自2025年9月初8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帝话食甲饱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以西结书第3章第1节到27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西结书第3章。上帝对我讲：人子，将我予你即卷册卷寄落去，然后去对以色列人宣讲。所以我喙擘开，伊就将迄卷册予我食。伊阁讲：人子，就食我予你的册卷，予你的腹肚饱甜，我就食，册伫我的喙内甘甜纳蜜。上帝甲我讲：人子，去以色列人遐，将我的话甲因讲。我毋是派你去语言学得理解的民族遐，是派你去以色列人中间。我毋是派你去语言袂通，讲啥物你拢听无的民族遐。我若派你去因中间，因会听你的话。毋过以色列人民毋肯听你的话，因为因连我的话都毋听。以色列人民固执，心肝硬。我要予你意志坚定，会当甲因对抗。我要予你的意志亲像泉石，比火石搁较坚定。虽然因是悖逆的子民，你毋免惊因，嘛免因为因的面色着惊。上主阁对我讲：人子，我讲的话，你着注意听，嘛着藏伫心内。你着去流亡的同胞遐，不管因要听还是毋听，着传达我至悬的上主要甲因讲的话。迄时，上帝的神甲我举起来，我就听着我的后面有凤凰叫的声，讲：着称赞上主对伊遐所显出的荣耀。我阁听见遮的画面伫空中伫飞，石仔相磕的声，嘛听见因的链仔断失所发出亲像大地动的声。上帝的神甲我举起来，带我行，我的心艰苦阁受气。上主的大气力甲我刺地。安尼，我来到加巴鲁河边的提勒阿毕，就是流亡的同胞住的所在。我郁卒硬硬伫因中间住7日。7日后，上主甲我讲：人子，当我指派你做以色列人民的守望者，你着将我甲你讲警告的话甲因讲。若是我宣布某一个邪恶的人一定着死，你无去甲警告，劝伊改邪归正，互伊通救家己。这人虽然会因为家己的罪死，毋过我要对你追究伊死的责任。你若有警告迄个人，毋通继续做歹，毋过伊无要改邪归正，伊会因为家己的罪死，伊的死你毋免负责任。若是义人离开正路去做歹，我要互伊绊倒，互伊死。你若无警告伊，伊一定会死。伊要因为家己的罪死，我无要纪念伊所做的好事，嘛要对你追究责任。毋过，你若有警告伊毋通犯罪，伊嘛无搁犯罪，伊要因为接受警告来活，你嘛要救家己的性命。上主的气力充满我，伊甲我讲：起来，去山谷遐，我要伫遐对你讲话。我就起来，去山谷
伫遐看见上主的荣光，甲我伫加巴鲁河边所看见的相款，我就趴落去涂骹。上帝神进入我内面，互我徛起来。上主对我讲：“转去，甲家己关伫厝内。人子啊，人要用锁仔甲你绑起来，互你袂当出去外面见人。我要互你下口袂讲话，互你无法度经过遐个悖逆的人民。毋过我会搁对你讲话，迄时我会开你的喙，你着传达我至悬的上主要甲因讲的话。人若要听，互因听；人若毋听，故在因，因为因是悖逆的人民。”上帝话食甲饱。当上帝呼召以西结的时，伊互先知一个特别的象征性动作，甲册卷食掉。即卷展开的册卷，顶面写满哀嚎、吐气、悲痛的信息，但是当以西结食落去的时，却感觉甜亲像蜜。即个看起来若像矛盾的经历，实在反映出上帝话语的双重特质。虽然内容可能充满责备甲警告，但是对愿意领受的人来讲，却会当诚侪性命的滋养。上帝要求以西结毋单单是阅读，也是记牢这话，是爱完全食落。甲上帝话语彻底消化，互伊成做家己生命的一部分。即种吞食册卷的异象，伫启示录第10章也捌出现，显示这是上帝对于仆人的重要要求。即个动作伫圣经中带有深刻的属灵意涵。拄亲像咱需要食物维持生命，属灵生命也需要上帝的话语来滋养。当以西结食到册卷的时，这毋简单是一个象征性的动作，搁较是完全接受圣言的表现。先知必须先互上帝话语完全进入内心，成做生命的一部分，才会当向人民传讲。这也说明，真实的侍奉必须建立伫对上帝话语的深刻经历顶面，毋是单纯的知识传递。现今的信徒常常面临素食文化的挑战。伫资讯爆炸的时代，咱习惯快速浏览大量资讯，却真少深入思考消化。真侪人每工读经祈祷，却亲像走马看花，无法度互上帝话语真正融入伫生命。有一寡传道人热衷收集讲道材料，却忽略家己是毋是真正消化所要传讲的信息。一位资深牧者分享，伫每礼拜会预留2日的时间，专心默想当周要传讲的经文。另外一位牧者是养成每日透早用30分钟默想一节的经文的习惯。伊讲，快速读完一章圣经是较容易，但是要真正明白佮活出其中的教导，需要时间沉淀。以西结提醒咱，属灵成长需要时间消化，就亲像食物需要经过保护油消化了后，才会当转化诚侪身体的养分。上帝话语也需要用心体会、反复思想，才会当内化诚做生命的一部分。当咱愿意放慢速度、细细品味的时，就算是责备的信息，也会当
踮其中谈到上帝慈爱的甘甜。要达到即种境界，通试下面的方式：首先，快速阅览经文，品尝属天的香香，其次，采细读的方式，反复播同一段的经文，听后养分流入心内。第三，准备一本灵修笔记，记录领受甲反思。最后，找到属灵伙伴做伙分享，帮助彼此更较深入理解上帝的话语。这种深度领受，才会当互咱亲像以色列共款，毋简单传递信息，更较会当用生命影响生命。日常，我是毋是常常仓促读圣经，却无真正消化其中的教导？要安怎互上帝话语更较深进入我的生命？我是毋是常常仓促读圣经，却无真正消化其中的教导？要安怎互上帝话语更较深进入我的生命？咱来祈祷。主上帝，求你帮助我，毋单单是表面的认捌你的话语，是更较深消化、吸收，互你的真理真实改变我的生命。愿你的话语伫我内面动工，互我会当成做你忠实的见证人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